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係周志堅。今日我想分享嘅唔係一個病得醫治所求嘅蒙神嘅恩允嘅恩典嘅見證。我想分享嘅呢係神點樣喺最近醫治同埋改變我自己嘅心。上個禮拜呢，我就帶住一個問題呢，就上咗道風山去退休。我今年72歲啦。最近一年呢，就一直開的士做職場嘅宣教，但係咧越開就越驚。一方面咧體力衰退啦，另外一方面咧啲人都話年紀冇揸車啦，即係我驚害人害己。我就想轉職做職場嘅心靈教練，但係我冇信心啊！我唔知道呢個係咪神所俾我嘅新嘅使命，所以我上山退休。退休嘅時候咧，我帶住一個嘅問題。我信不足，求主你幫助我。嗱，我第一站咧就去到道風山嘅蓮花洞嚟到禱告。熟悉道風山人都知道咧，裏邊嘅蓮花洞咧係寫住咧背起十架，另外一面咧就寫住卸下重擔。咁當時嘅蓮花洞咧，經過幾日嘅落雨咧，其實都幾潮濕同埋陰暗嘅。咁我喺度祈禱啦，神就俾我咧睇到自己嘅心。我睇到自己裏邊呢一種好深嘅需要，我需要被睇見，我需要被人接納，我需要被重視。但係我一直擔心呢啲情緒係個人嘅私欲會操控咗自己嘅情緒。神冇責備我啊，佢接納咗我呢種嘅渴求，佢赦免咗我自我中心嘅呢個罪。我冇求神為我開路，為新嘅事工確據，我只係將個重擔咧卸咗落嚟。嗰一刻咧，我就知道我唔需要再自責，我積壓咗嘅可能有所犯嘅罪咧，已經係被神挪去。神醫治咗我第一個傷口，我唔需要咧就靠住自責或者太多嘅個人自我中心渴求咧嚟到負呢個好重嘅內疚。我第二站咧，同一日咧，我就去咗道風山嘅明鎮。咁去個明鎮都知道啦，一個天主教嘅一個靈修嘅工具。過去咧，我入個明鎮裏邊咧，我就橫衝直撞嘅，我唔使規矩嘅。我覺得只要夠努力，就能夠衝到自己嘅目的地。但今次咧，神就俾我咧放慢咗呢個腳步，唔係去衝，而係慢慢喺裏邊走，跟隨住明鎮嘅規律，一步一步咁樣行。神好似同我講咧，你唔需要再自以為是嘅目標咁樣朝住去衝，你跟住我嘅規律咁樣行，留意下當下，你就會見到我嘅心意噶啦。咁我就開始留意下我腳前啦。我以前睇唔到嘅，原來裏邊有好多黑蟻喺度搵緊窿。我見到啲枯葉嘅紋理。過去趕路咧，我就唔完全唔會注意呢啲嘢嘅。同時咧，我睇到自己有個傷口。過去咧，自己係靠衝勁嚟到證明自己咧係有用，或者係被神嚟到使用。我好怕自己咧不再被人肯定，亦都不斷需要靠衝勁同埋好嘅表現咧嚟到換取被人嘅肯定。神醫治咗我第二個傷口，我唔再需要靠住自己嘅衝勁為求達到目的。急於證明咧自己仍然係俾神重用。我只要甘心咁樣順服呢個帶領，行彎路就行彎路啦，完全降服喺神嘅路徑嘅當中。嗰晚呢，我就讀到羅馬書第8章，無論係現在嘅事或者係將來嘅事，都不能叫我們與神嘅愛隔絕。神藉住呢段經文呢，同我講。即使自己嘅職業係咪成功，所求嘅係咪達到自己定嘅目標，神對我嘅愛呢，都係不會隔絕嘅。我嘅信心不足，但係佢唔會使到我同神嘅愛係失效。
佢要使我用呢份嘅坦誠嘅不足，去安慰嗰啲同樣喺職場裏邊感到被遺忘嘅人。第日離開之前呢，我就去到道風山嘅大十字架嗰度祈禱，做經文嘅默想。加拉太書2章20節，我感覺到呢有個全新嘅體會。背起基督嘅十字架呢，唔係話一定要好似基督咁樣受苦受難，亦都唔係話我而家有個新我就可以取代咗個舊我，而係最重要一句，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係真實咁樣發生喺我嘅身上。我係帶住耶穌基督嘅印記嘅，呢個就唔需要再靠過去嘅角色、過去嘅身份啊，我博士啊，我做過好多工作啊，有好多經驗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身份、呢啲咁嘅角色嚟到去成就、嚟到定義自己。神醫治咗我第三個傷口，唔需要靠呢啲嘢啦，唔需要靠過去所有做過嘅嘢嘅身份啊、成就啊，先至獲得到呢個安全感，因為我有基督喺我身上嘅印記。嗱，弟兄姊妹落山嘅時候呢，我所求嘅問題，我係咪專業啊？神係咪祝福啊？呢啲問題咧都冇消失到嘅。但係我唔需要再問，因為我嘅心俾神醫治咗，神亦都堅固咗我對佢嘅信心。我哋相信嘅神呢，佢係赦罪嘅主，係使人添加信心嘅主，係使人見到職場上邊被遺忘嘅主，係俾人新使命嘅主，係使人尋得見嘅主，係使人認清咗自己身上有基督印記嘅主。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日咧，大家都好似我咁樣要落喺疑惑嘅裏邊，我好想同大家講，我哋可以好誠實咁樣嚟到神嘅面前，將我哋嘅恐懼啦、猶豫啦、信心不足咧帶到去佢嘅面前，因為尋求嘅就一定尋見。願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呢位醫治我哋而且信實而偉大嘅主。阿門。